唔入啊，49啲。3號標，然之後3號有放，3號有出。眼睛望人，係接防，眼睛望人，good，good，好，8秒，good，係啦，好波，係，喂守位5秒啫喂，喂保到5秒啫喂，唔好落手啊5秒，花佬。邊度啊？我哋做。3號2分入。邊個手波包住條底線喂？本成俾人輸入去。壓力，小心，係。暫停 ，OK。咁我俾你發現咗，+3 2分跑，60、50，我睇到3號守翻波先，你守翻。你觀察下。係啦，巴佬出聲後邊。自己走。係，回翻，係，回翻俾阿大啦。係，喺度，踢佢啦！得唔緊要，再嚟，唔緊要係啦。52分差，+3邊。好。跟住佢跑得，
68分。翻埋先，你唔係係咁打橫大佬，你高角咁樣攔住人哋。後邊一隻位。快死添多3次。你個波落地出界啊，大佬！睇先，手包啊！Go go go！ 8秒，5秒，3秒，繼續。左，咁佢呢球企咗幾多秒啊？佢冇射過波喎，佢自己男仔掠嚟掠去。34分，49 2分14分。可以拉翻佢哋係，講啊，喺度做乜嘢啊？52分跑。左手。4點。手俾佢。3分。巴魯，喂，巴魯！ 69分入23局。喂，巴魯做乜事喎你？你唔開回防，巴魯主你喎。好波3號入2個人跑，68歐。21 3分跑。阿柏聰你要望下啲位喎，唔好亂跳喂。柏聰你有咩事喎？2分跑。飛住！加埋佢換咗個巴魯你咩姿勢？主要係佢撈唔會撈一下都好。手機都唔得。呢個已經唔係我已經係 system 嚟嘅。係啊係。跟住佢超大玩手機咯，手機又換多。我都未換，我哋換咗2個嘅，我聽講。21 2分跑。70B 啊。最後去。 23 2分入3。後面。有少少聲換同一邊，又話少少另一邊面。8秒，5秒，21 3分跑，40B。3秒。第二節完，比分17比37，深色領先。